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下面咱来读114年度教育部的朗读稿。给我淡薄仔时间来甲来是资源分享一下。等我一秒。我伫啥 YouTube 同款，同时敢有开一个算直播啦，所以有一寡资讯还是啥，嘛是爱做分享。伫 YouTube 遐当然已经有一寡啥连结还是资源啊，毋过 Clubhouse 遮还袂，所以就是爱放一个连结啊。教部朗读稿伫咧教部网站算有提供，因为伊每一年拢会啥语文竞赛，就一寡相关的资料，所以你若有兴趣，其实所有的人拢可以参加，因为分做5种身份项，对无？高中、国中小学嘛，然后正式的老师，其他就是社会人士啦，就是高中、国中、小学，然后正式老师，这4种是咱所，可有算较少，可能算较少，我无确定，反正就是分这5种身份就对了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才拢参考。然后我咧也确认有搭一寡啥，可要讲伊即个做教育部新歌网站遐语文竞赛115年度的，所以你若有兴趣，当然伫 YouTube 迄搭遐已经放诚侪迄种啥，你会使去。这个网站找到相关的资料咧，这伤侪歹活动，而且拢会袂记住。114年度的迄个朗读稿的清单。以前信息愈藏愈多的时阵，就愈来愈长，了后就抓，愈来愈无好迄种处理。中教台洪丁老师有遐敢若无放社会组的文章，敢若无。然后我放一个迄个，研究是应该是高雄一个高中生吧，孙立伦，因为我嘛是2届啊，2届有总统来接见，算敢若讲身体有够用的一个真辛苦的囡仔，所以嘛是会使拢看卖提供这个资料。所以你若有听到这，其实你会使伫迄个啥连结，就是信息往遐看到袂少资料，然后你会使把遐 copy 去你要看的所在是啥，就真侪资料听到拢参考，看卖这个敢袂好答，因为当初伊敢若还是因为信息量伤侪，对吧？字数想出来是安怎就无法答，很麻烦。看嘛，还有啥物要答？好啦，可能差不多是安尼。真正愈来愈长，找无。然后放一个这个700字好啊，700字，大家拢参考安尼。好，我伫我来讲。图涵内拄好，时间内拄好。台北时间咱毋是甲咱40点，说伙来遮读寡册。这个伫
拢咧读即个叫做教育部的拢读过啦吼，甲过去的资料读114年度，然后114年度可能搁啥10篇吧，应该10篇，19到20过10篇啊，大概拢2点钟1点钟读2篇嘛，所以9点进前随我继续来读即个那纯粹的开会日子，因为话算那纯粹的开会日子，头想要来读迄个啥单雷生的，单雷的迄个乡事簿记，迄我也毋捌读过。有啦，伫迄个台湾通信伊进前，当时1990年代有连载过的，有读过，不过毋知呢，我也毋捌自头读到尾。无参像即个开会日子，我是已经读过一届了后，才会出声读出来，拢听。伫要出院进前，市政府的社会局为着半衰去的金鸡做安置，找社工、里长甲金鸡的小弟小妹来推敲一个较妥当的步数。上要紧的法度是金鸡要有亲人甲伊做伙住，看头看尾会使。社会局、里长、社工拢是第一讲即项尔，叫家属转去传落好势，才通来办出院。另外，社会局嘛有讲到金鸡无囝无儿无财产无收入，身躯阁半衰破寿，有下送去养老院的规准，会当叫官办的养老院甲伊收留。毋过光照听煞，反颠倒又有当地骹话，直头正讲，阮的兄弟姊妹啊遐尔侪，送去养老院对人家来讲是真无面的。第五小弟村夫阁问讲，敢还有啥物较深远的苦汤呢？光照接线讲，金鸡真少年就离言啦，为着厝内散车才牺牲家己，拍拼趁钱饲小弟小妹，实在也真甘心。若即阵甲送去做小弟小妹的人，敢有天良？意思是叫江北来收留。村夫阁接话，你敢有意向？阮牵手阿梅早死，我家己阁视网膜剥离，剩几分仔目尔。光照真无答话，阁煞话讲，我是家己暗骹床着袂捌的老茶走，较有法度收留咧。英子虽接喙讲，你安尼讲后遐讲饭咧，拢无拎着牛片，有讲敢若无讲咧。雄雄闪着社会服务室壁顶的时钟，英子虽甲光照讲，等过12点啊，我来去外口买饭包。你甲阿宝啊，踮遮阁想看有报无？讲煞虽行为外口出去，光照心一困仔久，开喙甲阿宝啊讲，若甲金鸡拄去你遐，你敢买？阿宝啊有丢一下才讲，论身份应该是大姨金鸡啊的兄弟姊妹，亲像你就是上亲上下的人啊，哪有通轮到我咧？你讲安尼是有理。光照虽转话讲，毋过兄弟姊妹若还未过身呢，拢是一阵要死当下的老阿公老阿婆，若毋是目睭盲目骹头乌歹去，就是带性命飞袂离。啊若较少年的会呢，剩你较真讲正人，我才会安尼问你。阿宝啊，芳喉啊，起来啉一喙水，阁煞话讲，我伫咧做大楼的保全，阁饲2个当地开钱的囡仔，逐家日嘛爱互阮阿嬷某8000块做所费，然后剩嘛是换食尔，哪有法度饲一个在床的老人啊？你要烦恼这，我有甲恁5句啊，村夫先背会过，逐家日会寄2万块互你，看是无介济。毋过若欠欠用，决定有剩啊。迄阵金鸡的兄弟，上大的病啊，甲第4个号啊，
早就去天国做神啊。第二个文章为着因牵手李丽甲查某囝排第六个例子，第七个名子冤家娘债，正早就搬走去金山教册买厝，袂瘾转来眼教，甲迄两个冤仇人师牛啊照甲。时年时节就袂瘾转去看阿爸阿母，无讲扣即阵，因拢死严严啊！人说即种兄弟姊妹代，嘛是外人无得讲诶，真歹讲诶。好啦，我伫时间敢若我先我甲伊读到一个段落好啊，敢若无其他诶人来，我就伊下头看到一个人胖较大胖诶，读到迄个胖好啊。故事是尾啊啦，这算放较尾啊吧，59章，这是算52章啦。要一个上万的答案，袂晓读册，嘛毋出去讨趁。40通货还伫厝里，互某饲，就无人会去想伊的即颗少年家啊有啥小路用。讲要寄钱互阿宝啊，是查甫排第3的光照，甲排第5的村夫铺排，两个拢是散甲互鬼干着的王兄柳弟，拢是三宝身体，病甲强要无才调行出去的骹笑。若即颗阿宝啊，颠倒是故意甲刁直，甲死无人通比，嘛是一定有一条为天顶拨落来2万箍外路啊，通捡。想讲手头决定凭因过会较凉快，真正半成半就应伊。有钱来，拢好讲就对啊。所以，有哪来啊？反正时间嘛到，因为拄仔读到这个段落，有一个浪芳的所在，就直接来谈咱的朗读稿。朗读稿要来读这个114年度社会组的，第19篇，第19篇，迄个啥，莫讲无可能，有哪来？反正我看，这个嘛是应该4、5段吧，1、2、3、4、5。第4段有够长个长，所以好来，我读头前3段啦，后壁2段分量可能差不多啦，看起来应该差无偌济。好来，我先读头前3段。第19篇，莫讲无可能，当面话。2002年，我开始伫阮社区的国小教台湾台语。本地我就伫学校做志工，和学校的老师拢有熟识，无意外会来甲因做同事。捌甲有蠢毋是歹代志，共款嘛毋是啥物好代。就安尼，我甲家己讲，我爱搁较认真拍拼教。过当年，我带社团的囡仔参加比赛，互学生有舞台，互家长有认同，互台湾台语的生命力伫遮活跳跳。有一天，阮同事林老师甲我讲：“董老师，你教册认真搁深实，然后学生要补习台湾台语，一定爱找你。”我对找因讲：“恁莫讲啊啦，因会去补华语甲英语，无人会来补这啦。青春亲像卫生纸，抽咧就无啊。一百年啊，教22档啊。半年前，林老师走来甲我讲，伊研究所的同学伫台北市教册，因班有家长要找一个有系统性教台湾台语的老师，去因兜教迄3个囡仔。老师，你去教啦。迄时我的头壳内随出现“莫讲无可能”这字。为了这句话，我请做这3个外国囡仔的老师，会准你嘛来啊？有哪铺排来？有哪你先读好啊？准你念咪才来读。去到位才知影，学生的阿爸是美国人，华语袂通，台湾台语搁较免讲，厝里拢讲英语。阿母是宜兰人，伫大学教册，虽讲詹教授会晓讲母语，毋过伊袂晓台语拼音。阮头摆上课的时，读5年仔的阿兄学着一个新词，水啦。
拄当老师，我若摕石头牵着同学，即个时阵我敢会使讲水啦？我随本身笑应讲，即个时阵爱讲酸啦。听我解说煞，因三个哈哈哈笑袂煞。阮的课程伫轻松的气氛里进行，三个囡仔拢诚有兴趣，因拢足爱拍乒乓，佮定会问我一寡相关的语词，亲像切球、球球、杀球、练边啊。学生的表现偌好，老师定着爱甲因学了。学生的表现若好，老师定着爱甲因学了。互人搁较甘心的是，詹教授因翁仔某希望住伫台湾的期间，囡仔学会晓听讲读写的能力，毋是为着要去比赛，也是考认证，敢若仰望阿母的话，伫因囝的心内定根。你若问我家教的工课趁偌济，我会甲你应讲，我趁着一份真深的感动。我看到詹教授疼惜台湾台语的心，搁较互我体会到凡事莫讲无可能。好，真好，感谢。伊即个就是最后一段啦吼。你若问我家教的工课趁偌济，会讲迄句讲我趁着一份真正的感动，就是无偌济。因为台语就真正互人看较无嘛。去学日语、英语、法语即种台湾的外国语言点声晓对无？钟点费，就拢嘛是，我毋知这行情偌济啦，应该拢嘛超过500以上吧，800、1000个千几箍拢嘛有啊。看什么语言当然看教册老师的才调，甲伊的能力嘛，提出来什么有外高拄外高的即种才调无？抑毋过台语就是用看无。当然这我无确定啦，是毋？我是咧猜想，伊敢若会讲，我趁着一份真深的感动，就是无偌济啊。若准讲算袂少，我感觉伊的写法可能会讲，咱莫讲钱偌济啦，我着趁着一份真深的感动嘛，还是我搁趁着一份真深的感动嘛，对吧？我搁趁着一份真深的感动，安尼表示钱算袂少，我的感觉啦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无？过来就是，有若拄则读的时阵，你家己读到尾后，你有发觉到，伊的写法嘛，对无？表现偌好，甲表现若好嘛。当然我讲迄日有人读外，有人读烂，个啥？外甲热啦，对无？迄个叫做 G 甲 L 的争差嘛。头家这偌济，头家这偌济，遐偌济嘛。毋过就是差伫咧有徛人边无徛人边迄字嘛。毋过你一读过了，你搁读到伊后壁，老师定着爱甲因学了，你就随发觉到，老师定着爱甲因学了，头前应该袂是偌好即个外字嘛，你就随发觉嘛。所以咱会晓讲台语人，其实迄个啥，伊的用字用词，迄个语感拢伫咱的头壳内底。所以你看到即个字，当然你尾才知头前是看毋到。这我无确定，伫咧迄种考试是毋是安尼纠正是无啥物效，因为有当初真正目睭花花，你无一定随看会清看会明啦。这大概应该是在所难免啦。我是毋知安尼，从咱家己随改，敢袂去用做啥？点样做记号？就讲无甲你来做迄个啥上关键的分数，因咧敢若是用积分制去拍分数的款吧。若准讲你是参加迄个认证考试内底阅读，或者是参加比赛朗读，这我毋知影。所以真歹势。好，请讲。就是参加认证会使翻头会读正确的，若是比赛就袂当。比赛就错赛就对啊，晓。就安
爱甲安尼就过啊，准过啊。就准过就对啊。所以迄个朗读比赛是讲互偌侪时间去准备哦。差不多30分钟。所以算讲时间相对较久就对。因为你也认真考试，我印象中迄阵考比卷，敢若30秒1两分钟尔嘛，就是迄段。对，时间就对。啊，迄段话敢若至少100-200字吧。就是你爱，差不多。你着爱快速秒过，甲你可能进前事先有做功课过，讲爱特别注意的语词先调出来安尼。毋过，因为我迄阵考的，就是讲我到目前考几届的比卷，敢若因为经验还无够，拢无知调讲，这100-200字到底有讲有啥物字词爱特别调出来注意。我是安尼，目睭看见那试念伫喙里，你知哦？等到时间到要开始念时，我通常嘛后壁至少佫2逝，甚至要到3逝时，还无秒着过。所以若读到遐才发觉，就讲有一寡迄爱较注意的字词的时阵，真正就会参像拄只安尼。表现偌好，老师定表现哪好，老师定就变成用即种方式。所以，这真正就是考试的美感啊！好，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伊即篇吼，伊讲到一个水啦吼，我就想到最近敢若有一个人，伊伫咧迄个 iOS 的系统做一个叫做啥剪接影片的 App 哟。我的意思敢若是讲，因为咱即马足侪拢有手机啊，会使翕相摄影嘛吼。你有当阵伫要甲你的作品，还是甲你的翕的影片剪接嘛？会可能要即个斗迄个，迄个斗即个。当然，目前的我是也无啥有即种经验啊。我要讲的是，我有看到迄个 App 的名称，伊就是用即种做迄个啥，敢若是台语的声音嘛 ，SUILA 嘛，就水啦。当然，伊迄个水，伊目前是改写，咱咧讲啉水迄个水嘛，或者是淡水即个地号名，敢若是是毋是荷兰时代就用 SUI 即个词啊？我袂记起来，因为伫咱遮城字内底，伊洪家英教授因，搁江树清教授因已经改写做汉字啊嘛。汉字即字汉字对咱台语来讲，有水的音嘛，有水的音嘛。伊即马目前可能当然是淡江大学，毋过淡水在地地号名，伊敢若是我印象中改写做迄个啥罗马字的时阵，敢若是写淡水吧？我印象中还是我记唔到。所以水即字对咱来讲，就是可比讲啊，啥做人爱有喙水嘛，就是讲你爱会晓啥。甲人相叫喙相少问，还是讲啥物囡仔人，有人细汉可能就会叫时大人来讲，要看到人爱叫，看到人爱安那，就是迄种敢若迄个遮个能力是遮个啥？伫台语内底，敢若是讲做喙水啦。所以即字等于是有水甲水的音嘛呢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其实吹水吧。嘿。到算内底是无力，那怎吼？你讲恁边啊吼，不是同吼，恁边啊，这无会当更较好啦，更较好来讲，拢讲插练。插就迄，因为这是属于倒球的专业知识嘛吼。当然即字就是有连甲连的音嘛，是毋是？因为就讲，若对我嘛是无即个专业，我就会直接甲伊读做练边啊。当然即马准伫讲的，有可能就是你讲嘛，练边啊，吼，
插链来啥物货吧，是毋是？你搁讲一下，歹势。这是大部分拢是读院长吼，有时我哋去读院长吼，第过来就讲咱弄球啦吼，还是讲伊即马这是乒乓，对，那就是讲插链。对，所以当然练甲练当然是腔口差嘛，吼伊即种专业的知识，就是迄方面的专业的部分，若无伫迄搭浸有够久，大概也毋知。过来就是即马不了济即种的拢剩台语，拢剩华语去啊！你要甲伊讲到台语的时阵，这个真正哪讲，爱有相当的知识，还是相当的才华才读会出来。这个部分敢若我嘛无去找着有人甲伊提供迄个啥声音档啊？因为115年度的遮个国中、高中、小学的，目前敢若有看到庄仔文博士伊有提供小学的，出版社我敢若有看到，我无确定迄是倒一间的，真平，就是有出国中教材，因敢就会去请老师，请因知捌的，当然应该有相当的费用啦，我是毋知影。佮要去读一篇，互因偌济钱，还是啥？这我毋知影。就是讲会提供一寡声音档，因为即摆校热，就是各学校、各县市拢伫咧找选手嘛，所以遮个资源是有即个必要安尼。好，安尼，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是毋是迄个啥？咱搁来读一遍安尼有哪你读头前3段，顺着你读后边2段。我先搁讲一个所在，迄个倒手边迄搭遐就算是第4段嘛吼，就讲去到位才知影。当然，我即摆无确定的是，可比讲即字讲即字，因为大部分拢毋是重点，所以伫日常生活当中，实际是读文章的时阵，差不多讲即字拢会变调。可比讲倒手边正手边迄搭遐。水啦，就问讲老师，对无？迄个讲明明后壁是冒号、引号，咱若打学台语，也是讲有当中有老师，也是其他人讲迄个符合进前迄字免变调嘛。我就讲即字毋是，讲即字是，我感觉真特殊的，对无？问讲安怎嘛？我随滚算笑应讲，因为你若读讲问讲。我感觉足怪，问讲老师，我感觉怪怪。我随本身就硬讲，以我自细到大，讲即字绝对无可能安尼讲的嘛。即马知影即个词，敢会甲讲即个字有共款的意思？因为较想影，知影啥嘛吼，就是后壁伊会有一个修辞嘛，或者是或者用英语来讲，迄毋是干那一个词，迄可能是一句话。以即段来讲，倒手边的第4段一开始，去到位才知影，学生的阿爸是美国人。读做去到位才知影，学生的阿爸是美国人。安尼当然语义上袂有争差，你袂因为伊有一寡字确实有变调无变调，迄个意思有争差嘛。因为讲即字是，伊毋是重点的所在，所以大部分拢会变调。知影即个词敢会使？我要讲的是，知影即个词，我毋知伊是含讲共款，就是讲无论如何，因为伊拢毋是重点，拢变调，敢会使？我毋知，因为伊即搭遮伊所写是去到位才知影逗号，学生阿爸是美国人。当然有的作者是无即个逗号，伊就直接写讲。去到位才知影学生阿爸是美国人，所以我讲我毋知是即个知影即个词，即个影字，敢莫甲即个讲字共款，拢总甲变调，这我毋知影。因为目前我就讲，即种社会所文章，敢若
无人有提供啥因果。啊，知影即个词目前应该是不了侪文章会去用到啦，只是最近咧读，我就较无啥物印象讲，目前咱所读到过，捌伫咧，尤其是学生组的作品内底，敢真正有倒一个文章真正去用到即个词，啊，而且即个词佫有两种情形，就是后壁有逗号还是无逗号，这是拄则哪听哪读的时阵有去想到即个算我个人的疑问啦，网参考。安尼，有若是毋是你读头前3段，啊，准备才读后壁2段咧？好，其实拄则咧讲的迄个问题，伫早期的朗读稿，较接有人写的是连做伙的。哦。最近即几档就较济安尼有逗号。逗号。哦。嘿，所以我家己嘛有即款的疑问，就是因为阮以早的训练，就是讲你才知影啥物啥物，是小连续的。是。较少有迄款的就甲分开的，即马较济分开的。哦。嘿，嘛毋知影就是要安怎处理。就讲到底即个知影，敢要甲伊当做讲即个字？因为即篇内底有足侪讲嘛，上尾一段我会甲你硬讲，后壁是重点嘛。我就讲，我咧读的时阵，尤其即半年，我才有一个不离啊深的感觉，就是讲台语的重点袂变调。佮讲陈先生去买水果，对无？陈先生去买水果，甚至咧小叫喙的时阵，陈先生你搁来啊，对无？人伊的姓咱袂使黑白共改啊，人是姓陈，伊毋是姓陈，对无？所以直接咧叫喙的时阵，当然袂变调。毋过若是咧论述，还是咧讲一条代志的时阵，林老师是一个真热心的人，对无？迄个林老师是即3字是一个名词嘛，安尼就一般会变调啊。陈先生伊真好牙，王小姐伊真美丽，对无？迄就伊毋是咧相对面，毋是咧叫伊，所以迄就一般的名词。那一般的名词就是普通变调嘛。毋过若小长头，王小姐你搁来啊？王小姐有变调无？王第5条即字个较奇怪啦吼，暂时按下。即3字拢是第5条呢。林嘛是第5条，陈嘛第5条，王嘛第5条，咱拄仔记到第5条字。我要讲的是，我读的语感就是重点袂变调。所以讲即个我就感觉，除非就是敢若有迄个啥搬喙音迄个会提出来讲嘛。我甲你讲，你莫甲别人讲，你若要甲别人讲，莫讲我是我来讲。你若要甲别人讲，毋通讲我是甲你讲。你讲真正拢无变调。9字讲敢若大部分拢无变调。我甲你讲，你毋通甲别人讲。你若要甲别人讲，就毋通讲是我甲你讲。你若要甲别人讲，我就袂甲你讲安尼。即个搬喙音内底迄个讲真正拢无变调。毋过咱是日常除了即拍以外，咱其他的讲拢会变调较济啊。所以当然，我伫对迄个啥阿宽遐咧带领读的，大家咧读遐出师线是白话字的时阵，我发觉到伊嘛不止伊啦，就讲遐读白话字文献的人，伊就真正会照迄顶悬所写迄个书法啥去读，吼，就讲问讲。老师，我若摕石头牵着同学，我会甲你硬讲，我趁到一份真心的感动啊！我就讲含我的迄个语感真正足无相款的。当然我就讲，即种情形就是迄个啥美清老师讲的，因遐的基督教的遮的外来的人，因所讲的台语毋是咱的台语，所以这暂时我嘛无答案。所以知影即个事，我无确定是毋是要甲伊摕来当做含讲即个字做相像的迄个啥变化。若准讲会使讲是相像，还是讲词性共款嘛？知影是动词嘛，讲嘛是动词嘛。可能若有机会，咱则问其他的专家还是老师啊。好，来，有哪话你19，莫讲无可能。当明华2002年，我开始伫阮社区的国小教台湾台语，
本地我就伫学校做志工，和学校的老师拢有熟识，无意外会来甲因做同事，八甲有春，毋是歹代志。共款嘛毋是啥物好代。就安尼，我甲家己讲，我爱搁较认真拍拼甲。过当年，我带社团的囡仔参加比赛，互学生有舞台，互家长有认同，互台湾台语的生命力伫遮活跳跳。有一天，阮同事林老师甲我讲，董老师，你教册认真搁深刻，若有学生要补习台湾台语，一定爱找你。我对喙应讲，你莫讲啊啦，因会去补华语甲英语，无人会来补这啦。青春亲像卫生纸，抽咧就无啊。100年啊，甲22冬啊。半年前，林老师走来甲我讲，伊研究所的同学伫台北市教册，因班有家长要找一个有系统性教台湾台语的老师，去因兜教迄3个囡仔。老师，你去教啦。迄时我的头壳内随出现，莫讲无可能即逝字。为着即句话，我正做即3个外国囡仔的老师。好，感谢干外国囡仔。好，来这另外你把咱读完。去到位才知影，学生的阿爸是美国人，华语袂通，台湾台语搁较免讲，厝里拢讲英语。阿母是宜兰人，大学教册，虽讲真教授会晓讲母语，可伊袂晓台罗拼音。阮头摆上课的时，读5年仔的阿兄无着一个兴趣，水啦，讲老师，我若摕石头牵着同学，即个时阵我敢会使讲水啦？我随阮耍笑因讲，即个时阵爱讲酸啦。听我解说煞，因3个哈哈哈笑袂煞。阮会靠定轻松的气氛里进行，3个囡仔拢真兴趣，伊拢足爱拍乒乓，搁定会问我一寡相关的语词，亲像切球、溜球、杀球，另边啊，学生的表现若好，老师定着爱甲因辅导。互人搁较甘心的是，陈教授因翁仔某希望住伫台湾的期间，囡仔会晓听写，听讲、读写的能力，毋是为着要去比赛，也是考认字，干那耳目阿母的话，伫因囝的心内定稳。你若问我家教的功课趁偌济，我会甲你应讲，我趁着一份真深的感动。我看到陈教授疼惜台湾台语的心，搁较互我体会到，凡事莫讲无可能。好，感谢。只是我是拢读詹教授呢 ，TSAN 吧。我即个字姓有真的音无？我无确定，可能确定一下。因为我是讲读詹啦，因为我捌的伊嘛是讲伊是詹啦，詹国环嘛。当然有一寡字姓，迄音和华语的音是有诶是差不了济啦。敢是毋？我无确定到底较学较济，还是读较济，我毋知影。我无详细去甲迄个毕加生摕出来读念票，啥物调钱顺利啊，啥物调我毋知，调迄个啥，
有迄个毕加索内底开头迄几字嘛，对无？8字10字，伊迄是敢若因算中国迄边的吧，是毋是？伊敢若我无看，也是我无够认真，我无去看过有人编写过台湾的毕加索。因咱目前所读的迄个对无？什物？钓钱顺利，就什物迄我袂记啦。好，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应该想到，看啦，最后讲一个第一段，对，互学生有舞台，互家长有认同。迄个有字就是台语较特殊的语法吧。当然华语中文会安尼讲无，嘛是会使。啊，毋过迄个有字，台语有字的句型，敢若有一寡是中语中文无的。你有哭无？你有食无？你有困无？你有安怎无？迄中语是袂安尼用的啊。好，安尼咱就来读后一篇，第20篇。我看你请问加讲生命力，生命力，这个是两，敢是两种拢会使是？目前我敢无听到，因为我咧拍字的时阵，我嘛拍袂出来生命力这3字的词，啊，所以变成讲有力量的力，有力头的力嘛。啊，这个生命力，有人是讲抽象甲具体的争差，所以我个人我嘛抓袂着讲，到底要读生命力还是生命力？我看我会读啥？我敢是读生命力哦，我袂记起来。因有力头甲力量的争差嘛，对吧？这两种音嘛，所以这个我无确定，所以可能咱来保留啊，可能是要用直觉，或者是爱去找台语，因教典敢若无收这个词吧？是不是？看没啊？印象中无吼，教典无，教典直接是有收生命吧？是不是？对，教典敢若想生命还是性命嘛？伊连迄个即个名词，伊就两种音嘛，生命、性命嘛。啊，所以后壁要照斗一字的时阵，到底是真做力量的力，还是力头的力？或者是看迄个啥语境吼？因为讲嘛，力量甲力头，迄敢若是毋是？就是之前敢有一个啥物人讲过啊？啥是？具体甲抽象的精彩款，到底是啥？到底就力，而且两个拢是伊的中文拢共款的力、力量、气力、力量、气力，啊，搁加一句，泛指一切事物所具有的效能或作用。所以呢，照伊即个意思翻译，爱读生命力哦。对吧？相对起来，可能力量甲气力可能是毋是较具体？当然，即马教典是用中文去解说嘛。什么是力、力量或气力？吼，啊，什么是力、力量、气力？搁加一句，泛指一切事物所具有的效能或作用。效能作用，啊，那呢生命看起来照即个分别，可能爱。读生命力，若准讲照呢，好安尼我从此可能咱暂时我啦，我暂时读来读生命力好啊。伊后壁什么压力、马力、眼力、学力、力量的力嘛吼，啊合力、协同吼，效力迄个功效，个啥协力、齐心同齐做遐代志，发力。有法术的迄种的法力，吼，即几个力，啊，气力就是力啊嘛，权力是 power 嘛，吼，啊，激力就是要出力要做啥物动作嘛，苦力啊，苦力这一款伊个无算，吼，骨力是真轻劳，对，其他力头、力草啊，力量啊，努力，吼，努力是努力拍拼迄个努力嘛。所以即几个就是变成讲用即种方式去简单分别啊呢，
所以这样来看起来，若准讲我可能读生命力，就到 IK 安尼。好，安尼，咱来读后一篇。后一篇来，请讲。册台语内底讲情况啦。嘿。这是台话是生命力。生命力。吼。嘿。过来医疗科内底吼，伊有6月例，其中敢若一是生命力，剩下拢是生命力。所以生命力嘅例句较侪。所以安尼看起来是伊较侪啦吼。我家己感觉是讲，我若无讲的时阵，我比拢读力吼，我是读力，生命力、生命力吼，生命力。但是伊若讲伊他过念书迄个教典的解说，咱会讲力，对，灵力，我讲灵力，对啊，安尼读嘛，是。所以安尼，若要较侪人读的吼，应该是读生命力，生命力嘛吼 ，LIK 嘛嘿。OK 好，感谢准你帮咱找迄个语料库内底有诶，当然就是两种音拢有就对啊啦。因为我感觉嘛是可能是要看迄个语词，迄当时伊想要表达的是啥，然后来决定伊到底要读力还是力。因为目前教典就是力甲力，原则上伊看起来应该是共款，毋过力的时阵，伊是伫咧讲泛指一切事物所具有的效能或作用。所以若准讲，不管伊生命力吼，若准讲暂时安尼读，生命力头前即个生命，我印象中敢若佫有其他的词会使倒起嚟啊，对无？啥物较早伫物理的时阵，毋是啥物有一个词叫啥物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嘛，是毋是安尼讲的？对无？你一棍木落去。你有一个力量过，毋过，互你摸迄物件，嘛有一个力量，甲你打倒转来啊，对吧？迄就相对上一对的力量嘛。所以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啦，以这个词来讲，大概就袂去读作用力啦。照伊迄个来讲，当然，因为伊咧解说是力量和气力嘛，力量、气力嘛。毋过力甲力拢有即个意思，但是有一个精差是。力有泛指一切事物所具有的效能或作用，所以生命力还是作用力这个词就佫会使佫有其他的方式来组合嘛，对无？伊用两字词，若总讲纯粹什么力，教典就其实已经有收足侪啊，大概迄种敢若两字的词的，大概我咧猜想。教典所收的应该7、8成，甚至8、9成，迄种两字词后壁一字力的即个。毋过若3字的，目前看起来，敢若就是教典差不多无收，无收也是收无遐侪时阵，我就讲一定有新的词会冲入来嘛。冲入来到底是要安怎去读？好，可比我该查到第46个词，免疫力，伊直接写。台华共同词无义含就无解说，毋过咱看到，我都理解嘛。免疫力，对吧？迄是一种 physical 顶悬的作用嘛，对吧？伊毋是一个会使弹倒出来的力量啊，伊是你的身体有在着安怎的一种作用嘛，对无？拄则讲的，拢是力量，拢是气力，毋过力的时阵是效能还是作用，所以原动力。教典嘛是原动力安尼，所以可能就是加看几啊字词，大概会使勉强做出来讲大概较大部分拢是力的吸引力，大概是安尼。好，安尼，咱来读后一篇竞争力较大部分。我讲这总共3字的词，敢若看起来大部分拢是力的较侪啦。当然主要。准你去找就是6句内底有1句是力，其他5句是力啊。好，安尼后壁这篇我先伊总共敢若4段尔，后壁就敢若不了侪段，
我先读一段啦吼啊，有若可能要读一段、读两段，拢在你啊，准伫你才煞落去读安尼。好，第20篇，帮助别人就是上大的享受。廖启祖，啥物是享受？有人讲会当免上班上课，困甲日头晒甲床是享受；有人讲会当耍手机啊、拍电动，拢无人会管是享受；有人讲会当甲朋友做伙去耍，食好料的兼连线是享受。毋过对我来讲，会当去甲人斗相共，替人解决问题，才是上大的享受。好来，有人话你。伫学校，我捌做过特教、宣教、甲事务组长，其中宣教组长做4档。讲到宣教组即块，我要先讲，有伫学校服务过的人拢知影，这是一个无好做，佮接互人嫌的石头。尤其伫我服务的学校，学生有2300外人，全校敢若我甲学务主任两个，礼拜间才会囡仔冤家相拍，家长甲老师也是家长之间的冲突，煞要相过的麻烦代，佮有性平事件、上下课交通导护的工课爱发倒。有时阵若拄着较无明理的家长，佮会舞甲公亲变事主，要来告我甲主任，白白滴滴的出头是有够济，想着就黑暗形。莫怪少年队的警官对我讲，我看大部分宣教组长的保存期限拢是1档，今年太会阁是你。讲到事务组，见若风台来，我就无用试试。学校的树仔毋是倒去，就是互风台扇甲东倒西歪，所以见树仔错树仔扫落叶。通水沟、清地下室饮水是真事常的代志。平常时啊，饮水机无水，水道头也是冷气滴水，电风、电火、电视、电推故障，投影机有问题，电锁插得袂通，莫达袂加水，铁门拍袂开，影印机印袂出来，遮个独个塑个的问题，定定就爱装甲大粒汗、细粒汗。好，感谢郑丽华你阿妹。就是拢讲我的头壳歹去，辛苦的工课做，要去接遮的歹剃头的刑期，我翻头较想咧，看着咱对囡仔的看教，互因愈来愈有礼貌，愈来愈较代志，原地的冤家相拍，即马会学，即马会学补助好。无吧，和好吧，应该是和好吧。你冤家相拍嘛，系啊。即马会和好做好耍，家长也是同事之间，因为咱甲因心内的结透开，即马会小少问，学生看到同好，互相也是相准。学校有物件歹去，知影爱紧来找我去斗修理。学生厝内有困难，咱去斗申请补助，互因会当较好过。同时教学设备出状况，咱去甲资源斗解决，别人有需要咱，我着将心比心，
去收听，看到因的笑容，甲对咱的感谢，就是我上大的享受。好，感谢。Carol 嘛来啊吼，阮咧读这个第20篇啦。对则是，伊总共4段的啊，所以我就读一段了后，阮也读中2段，好，准备读最后一段。最后这段吼，我就讲真正小画组的文章，就是有伊较歹读念，搁一寡字词啥有诶无诶，会较，怎么讲？这第几段？第5段。当然结也是甲，应该是。这敢算文白音，因为当然伊有动词、名词的侦查嘛吼，搁来就是文白音，所以我是会读心内的角透开啦，我是安尼读啦。到底目前角是讲条状物交缠打成的球状突起，绑起来、系起来。那结是文音。伊讲是质地坚实、纠结、果子生成、连结而构成某种关系，所以对我来讲是伊心肝头的角吧，我是安尼读啦。当然，伫即搭遮我无确定，敢袂使读结，我毋知，我是袂读结啦。讲参考，因这是高一字的时阵，然后即内底我就讲伊迄个。真正每件迄个用字用词的习惯会无共款嘛？可讲，我看到目前文章家大部分拢会用处理这个词。当然咱会讲厝内有困难，厝内安怎，这嘛是，我会感觉厝内甲处理的意义是共款的，只是每一个作者惯用的字词是无相款的。我是咧猜想，处理这是爱轻读的。可能较有挑战性，若厝内安怎，这可能就是一般的变调。所以我就讲，小画组的文章可能较歹读，有伊挑工设计，讲到设计这个设，对吧？当时教学设备出状况嘛，因为迄个设是 SIAT 啦，因 SIAT 当然这个音就讲是，我即摆都甲伊讲啥，较古典音 IAT 嘛，IAT 是古典音，字嘛，咱咧写罗马字嘛是一定要写 IAT， 要毋过你念的时阵，迄 IAT 会变 IET， 甚至拢会变 ET 啊。所以，有一个外来词是啥？适度，对无 ？SET 嘛 ，SET 是英文嘛，变日语的时阵，日语就甲伊读做适度，要毋过。进到台语的时阵，煞搁甲伊读适度，含原底迄个 SET 搁敢若搁有淡薄仔差。人日语伊嘛是读适度尔，伊嘛无读适度啊。所以，即个 IAT、IET 甲 ET 的音，可能伊是甲伊讲做音变吧，就是咱人咧讲话拢有一种频段的倾向嘛，所以即种设备当然是较古典音，你若读设备，大概目前是袂向掠包啦，嘛无应该掠包啦，大概是安尼。这篇真正就是安怎讲？第2段，2300外，敢若安尼，若小学啊，等于一个年级要到400个，要到400个就是一个年级可能安尼几班，凡是。要到20班，对这是表示讲，毋是小学校，算大学校哦。我无确定啦，我咧摇啦。安尼班级数，等于是差不多几百班吧，对吧？2000几个，2300外个，一班即摆是几个？20外个，还是几个？我毋知，还是中小学数量无相款，所以可能几百班、百几班安尼。过来就是最后尾3段，第2段尾3段。要来告我甲主任，我就讲即个，当然啦，伫遮读做讲要来告我甲主任，可能怪怪啦。因为若准讲无着要来告我，大概佫会使接受嘛。要来告我，甲要来告我，我感觉意思敢拢会讲会通。要毋过伊就是公亲变事主，家长要来告学校的遮个人，就是伊感觉袂爽，还是袂白，所以
就等于我甲主任去用过嘛，所以可能爱读，要来过我甲主任大概无啥物问题啦。啊，我就即个是毋变成讲同事后壁加的授事，若准讲是人称代名词，是毋是大部分就全拢会轻读啊？我目前看到印象中有即种若准讲迄个授事是人称代名词的时阵，敢若我的语感敢若会读轻读较侪，我的感觉是安尼。好，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我就讲即个，请讲。迄敢是要来告我甲主任？对啊，嘿啊，要告两个人啊。因为我咧讲的是讲，若准讲敢若我尔，吼，要来告我，甲要来告我，敢若是拢会通吧？按讲若是我是会读轻读啦，要来告我。按过即摆是因为我甲主任拢要互伊告，安尼大概就是一般的变调。我的语感是安尼。吼，要来告我甲主任嘛，而且，相抗头前敢有真差。伫中文的语境内底，敢若是讲有诶有真差。吼，要来告主任甲我，要来告我甲主任，两个拢要告。啊，毋过伫中文的语境是毋是敢若有？还是我较早有学好无学好，我袂记啦。你讲。有一个讲法是讲什么？别人爱囥头前，家己囥后壁，或者是讲好事别人囥头前，家己囥后壁，啊歹事是家己囥头前，别人囥后壁。我毋知啊告无算好事嘛，啊所以家己囥头前，对，告我甲主任，还是讲告主任甲我，啊当然这可能佫牵涉到作者想要表达的嘛，像是主事者。我是衰小的，所以我囥后壁。也是讲啊，主任是算中官，所以伊比你后壁囥后壁。啊，当然我讲来告主任甲我，来告我甲主任，这在意义上是完全，我感觉是完全无真差。啊，真差是作者伫咧写的时阵，伊心肝底敢有，就讲伫即种这算足幼路的物件啊，伫表现的时阵。有要安尼表现的真差无，我毋知影。因为印象中较早，是毋是？伊较早当然是用中文咧学习嘛，啊，所以中文学习是毋是有即种啥物囥头前，啥物囥后壁的真差？这我已经上久袂记啦。可毋知咱内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迄个啥？开落嘛来，准直请讲。这个虽然讲，像甲像吼，这是平行的吼，但是你若先讲的人，敢若较是较重点。所以讲若讲告我甲主任，所以这个业务可能是我爱。主要爱花啊，是。啊，主任是。所以你中官，所以伊就是。连带，伊是连带去我牵拖的啊。所以，即是讲，哇，人总要小改讲，阮兜有啥物人，拢会先讲啊，家己厝内底人啊，上尾才讲家己囥咧后壁。是，啊，所以就讲即种并列的时阵，敢若就讲咱会有一寡算语感吧。啊，当然种语感敢若嘛是无共语言无共的重点嘛。我印象中，英语的时阵，敢若就是我先囥头前嘛。对，听到我咧自我消解的时阵，吼，就其他的人就敢若较无遐重点嘛，敢若是安尼。所以这嘛是属于无共语言的迄个无共重点，也是重点无共所在，全有一寡真差。咱学过了，当然知影是对。家己的自我消解，家己自我消解是别人囥头前，啊，家己囥上尾呢。对，我讲无共语言，可能即种无共的重点嘛。啊，即马只是讲，因为过即个动作，吼，对了，准题是讲，像是重点囥头前，吼啊，我就讲，较早学的敢若是啥好事歹事啦，啊歹事别人先啦，
啊，歹自家己生啊咧。我就讲，阮即种意义是一模一样的，我会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啦。我会感觉是啊，只是侦查讲，即种听现法、表现法的时阵，敢是作者伫咧心肝底有轻重之分，这我毋知影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、看法无？安尼是毋是咱会使过来读一届啊？呢？Carol 啦，来啊，安尼拄啊会使讲读一段呢。吼，安尼是毋是？我看，Carol 你读第一段，我读第二段了后，顺直读第三段，啊，有若读上尾段。安尼着咱会含拄则读个拢无停塌着安尼。虽然讲搁读一届会使搁做一遍练习啦，啊，毋过我想讲是毋是，咱着读无共个安尼，啊有拄着啥物字词，咱就是自我学习安尼。好，安尼 Carol 你读第一段好无？帮助别人就是上大享受，了解做。什么是享受？有人讲会当免上班上课，看到日头晒脚床是享受。有人讲会当耍手机啊、拍电动，拢无人会管是享受。有人讲会当甲朋友做伙去耍，食好料的兼人生是享受。毋过对我来讲，会当去甲人斗相共，替人解决问题，才是上大的享受。好，我继续读。伫学校，我捌做过特教、身教甲事务组长，其中身教组长做4档。讲到身教组即块，我要先讲有伫学校服务过的人拢知影，这是一个无好做，佮接互人嫌的势头。尤其伫我服务的学校，学生有2300外人，全校敢若我甲学务主任2个咧排解遮个囡仔冤家相拍，家长甲老师也是家长之间的冲突，煞要小过的麻烦代，佮有性命事件。上下课交通道路的工课爱烦恼，有时阵若拄着较无明理的家长，佫会武甲公亲变事主，要来告我甲主任，踏踏地地的出头是有够多，想着就乌暗形。莫怪少年队的警官对我讲，我看大部分身教组长的保存期限拢是1档，今年他会佫是你。电脑风台来，我就无闲试试。学校的树仔是倒去，就是互风台性啊，东倒西，西歪，东倒西歪，东倒西歪，东倒西歪。所以树仔、臭树仔扫落庙，通风水沟清地下室饮水是真事上的代志。平常时啊，饮水机无水，水道头也是引起溢水，电风电好，电视电推故障，投影机问题，电锁塌的系统，莫打回家水，铁门拍袂开，影印机印袂出来，才会多个速个的问题，常常都爱做甲大粒汗、细粒汗。好，感谢有哪阿伟？同事拢讲我头壳敢有歹去，辛苦的工课毋做，要去接遮个歹剃头的行政。我翻头甲想想咧，看到咱对囡仔的看教，互因愈来愈有礼貌，愈来愈捌代志，原底会冤家相拍，即马会好好做伙耍。家长甲家长也是同事之间，因为咱甲因心内的结透开，即马会小少问学生看到同学受伤还是冲突，学校有物件歹去，知影爱紧来找我去斗处理。学生处理有困难，咱去斗申请补助，互因会当较好过。同事教学设备出状况，咱去甲支援斗解决，别人有需要咱，我着将心比心去相挺，看到因的笑容，甲对咱的感谢，
就是我上大的享受。好，感谢。所以我毋知各位朋友安尼读的，敢有迄种我的感受，我的看着讲，伊即篇文章就是共斗3工了，迄种心肝底正面的感受啦，就迄种，我都对伊读的，伊写的讲的这个代志，就想有甲伊达成完成，处理到一个坎站一个程度，甚至伊讲的啥物夹透气啦，同事安怎，学生安怎，我会感觉，我会使感受，这是一个正面的感受，然后正面的感受，就互伊一种感觉到上大的享受呢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，敢有即种类似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安尼。若写无两受的哦，应该是叫受。当然啊，就是讲，伊要正面肯定啊。这是拢托的啊，这个要写正面的。你若写讲，就写讲，这个赛课吼，怨言就做的，迄就是另外家己去写册啊。迄工拄着旭荣老师，就咧讲，迄个啥，其他伊个后一本嘛，伊只有3本册嘛。毋过就讲一寡无讲介好的代志，要安去录啦。到底，因为伊敢就讲伊写迄我咧唱歌，迄等于家己人生的故事，就随有人甲伊算啥？敢袂使讲注写，袂使讲，你袂使讲注写，就讲会甲伊，嘛无算反驳，就讲伊等于是袂输甲伊的骹底皮掀出来互看嘛，对无？毋过我就讲，这有当阵啊，就看你作者安怎去念嘛，还是去掠迄个比例嘛。当然。教育部即种朗读文章强在拢是相对正面的啦，伊大概目前嘛较罕咧看到，伊会去讲到负面的代志，因为有当中即种我目前读的文章内底啊，读这朗读稿，相对来讲较侪有对咧感受到伊要表达迄种正面的情绪，那是毋是有一寡无好的，嘛会感受到伊无好的情绪的，我目前敢若较无遐强烈的印象，尤其伫即种教育部朗读稿内底，你若讲伫别种文本有可能有，所以教育部即种朗读稿就是有伊的意义嘛，迄种真实的无好的感受，可能就是作者伫投稿互教育部的朗读稿内底练好你的笔道了后，你才家己去另外去发表就对啊。搁要讲。迄像杜信良伊咧写目前我所知的什物考册，还是什物放毒喏，个什物，伊敢2-3本册啊吧？就讲你先写人要看的，人要看就是去投稿对无？各县市也是逐种无逐种，你去投稿，有去互遐的评审啥收入去了，就表示讲你的笔道有磨到一定的程度。有到一定的程度了，你才来写你想要写。当然，你若落底有够深，无咧靠遐个食清，有人要看，无人要看，拢无要紧，你嘛听我家己写，无问题。只是准讲是安尼，会加足辛苦的，对无？迄个 Henry David Thoreau 在生的时阵，无啥人欣赏，毋过伊敢若，因为当然有人帮你整理文稿了，毋係偌久以后才开始得到全世界其他人的会知捌。甲介意，毋过翻头来讲，在生的时阵，有当阵就无一定有遐尼好势啊，对无？台湾万有录讲伊即马台湾文已经徛11万本嘛，有人就算讲哇，安尼可能至少会使摕到75万，安怎拄安怎的，敢若足侪钱的。问题是，即本册已经第4年、第5年啊，才有这75万。若准讲无这75万，头前迄3年怎扩大好起来？嘛扩大下起来四方，对无？所以伊嘛讲嘛，杨湘子嘛讲嘛，写作即条代志的投资报酬率是无悬的啦，毋是讲参像你去买啥物物件，买股票、买创，迄个
投资报酬就是不哩啊悬，要毋过写作即条代志，那就金钱是无遐悬的啦。啊，当然每件做啥物代志，伊追求的无一定相款嘛。以即篇文章来讲，伊有得到即种正面的感受。啊，当然，伊头前嘛咧讲啊，有当阵啊冤家相拍无伊的代志嘛，去用牵拖落去嘛，要来告伊，要来安怎嘛？啊，准讲最后是平安无代志，要毋过伫迄个瞬间，叫家长不管是用恐、吓、喊，我要甲你告，我要甲哪，迄个瞬间其实情绪拢袂讲介好啊。啊，有诶人身体若无够用诶吼，反射到一半就无命去啊嘛，无的确毋知影。啊，甚至最近嘛有听到迄有诶学生囡仔毋知啥物状况，嘛甲老师碰甲迄有诶讲啥物，尤其是查某老师嘛有心啥，袂堪得迄种压力啊是啥诶，真正着怎袂调体啊。所以这种代志，伫咱诶社会上就是听会到嘛。最近讨论是告一个，对吧？迄嘛是有一寡喊过诶代志。啊，所以当然教育部有伊诶功能甲伊诶功用嘛，也是个作用吼，咱就看个作用安尼。好，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时间是差不多啦，吼，安尼，因为时间嘅关系，咱做咧读即个114年度嘅社会组朗读稿，就暂时先读到这。感谢台顶嘅朋友做来读念，嘛感谢大家。好，请讲。冲突哦，我拄仔咧读另外一篇文章，伊法律是安尼写来吼，写讲这两项如果有摩擦啊，不会，但是不是绝对的冲突。我想讲摩擦要怎翻做台语？摩擦，有敢是相克吼，还是对价？那准讲。这两边这两人虽然有摩擦，但是不会造成太大的冲突。安尼可能就是迄个翻译是另外一种专业，所以可能就是爱个另外去思考过安尼。一时之间我想无，所以可能会使吼，迄个啥，大家朋友搁想看卖啊。会使有啥？这两字拄仔你想到啊，以前读的文章看到迄事，我落去查看要怎翻做台语。毋过我用书店查，伊摩擦袂当咧直接翻。可能就是爱用，可比讲找台语内底就是用中文去查嘛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用语境去找嘛，因为当阵啊，对，毕竟中文甲台文是无共的语言嘛。啊，无共的语言，你着真歹有一对一的迄个对应啊，对无？当然就讲每一字汉字都会使读到台文，只是读出来了，我听有无？敢知影？吼啊，所以伫找台语内底，我看到伊 embry 是直接读摩擦，啊，这摩擦，这我感觉这可能是伫咧读物理的时阵用会着吧？安尼讲吧，要毋过。看起来，你敢若拢直接用摩擦啊？当然，若真正对摩擦落去交代，伊就淡仔累嘛，第三条累安尼啊。啊，张龙教授，嘿啊，变成讲爱，对啊，就讲可能大部分拄着，咱无都随想到的，敢若大部分拢毋是直接翻译的啊。我看卖张龙教授伊有想讲摩擦的台文是啥？我无确定。就讲中文是摩擦，啊台语会使安怎讲？看起来伊嘛是，我看，我看法啊，请讲。我讲是这两个无对答啦。无对答，嘿啊，对价安尼。讲一个就是讲，我今日嘛拄好看到一篇咧讲吼，伊讲吼，咱有时啊就是讲要讲啊，这中文啥要甲翻做台语啦吼，这有时啊思考毋是安尼啊，你台语要安怎讲，你就直接讲，啊，你就莫搁去透过安尼，甲爱搁翻吼，你翻有时啊怪怪，
这是一种的看法。目前张良教授伊的摩擦，当然只读摩擦 ，OK。啊，讲发生摩擦是讲弯起来啊，还是起弯低，还是起弯。啊，若物件伫咧相切嘛，伊就是路啊，还是切嘛。啊是讲无对同，安尼真好啊。对，我讲无对同嘛是一种真好，就讲迄个语境，因为你用字，我就讲啊，头一步也是讲片段就直接读过，抑毋过纯粹讲台语的人伊听有无？啊，过来就是换做另外一个讲法，讲摩擦伊会使讲是直接物件淡仔相切相路嘛。啊，若人咧，人就讲啥？交骑，还是对骑？张龙教授是，对啊，所以就讲足侪字词无听过算拄啊好尔啊。可望拄条你讲我随听，可能对价嘛。迄个价伊是写做介绍迄个价，加一个挑手柄对价，啊，就是两个拄条讲的无对同啊，啊是啥物？较白话来讲，意见无相像啊。对啊，无共款的意见对啊，嘿啊，因本正每一个人的迄个背景无共款，甚至立场无共款，也是利益的迄个角度嘛有真差。你讲安尼的时阵，会去切着我的利顺，我当然切着我的利益，我当然袂爽啊。啊，我阁袂瘾，另外是安怎的嘛？有人拢逐项拢要拼赢的啊。话可能讲到第三句的时阵，就强要弯起来，第五句可能拍起来。对，拄则客人讲迄个机理，就可能差不多是即个意思啊。对，第三句的就开始无对同啊，开始大细声啊。若无一个中人，还是第三者，先叫伊暂时离开一下，迄可能阁过5分钟，真正可能起骹动手啊，有可能啊。啊，所以足侪物件拢是因为无共个立场，还是利益个冲突，还是安怎？伫迄个瞬间，就真正摩擦、对客、对价，还是对价，还是冲突，一大堆就走出来啊！啊，即遮尔侪，咱安尼讨论到遮，就是讲会使有共款无共款遐个字词的时阵，可能你着伫咧无共语境内底使用嘛。总讲对遮迄个实际的语句内底，有冲突，有摩擦。啊，即马要甲伊，因迄是中文写的嘛。啊，你要甲伊改念做台文，或者是改写做台文的时阵，安尼看起来就是可能至少会使有4-5个词，互你去精选嘛。因为迄个语境，你可能会使有无共个角度去论述啦，对无？你要徛伫主动提出即个想法的人的角度，或者是迄个去互影响去的迄个角度来讲即条代志。就敢若台湾鳗鱼流，伊讲一开始是用第三人称写，嘛写到偌济的时阵，伊发觉着安尼写袂落去啊，伊爱换另外一个角度，怎改做第一人称来写。同款可能想要表达的故事拢是安尼，可能伊想要表达迄核心的想法拢是安尼，抑毋过会使无共的角度来论述啦。这可能嘛是咱去学习一个语言，到最后要写的一个一定的经过的一个半中站啦，半中站，除非不管学什么语言，你就是敢若要停留伫咧会晓讲会晓听就好啊。啊，若你可能迄个要进展的速度，就无一定爱遐紧，或者是无一定爱遐快安尼，无参考。好，安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咧读的即个114年度的朗读稿，小会组朗读稿就暂时先读到遮。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，嘛感谢大家来去的朋友，看我咧顶官网读网分享网交流。那今日读到遮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感谢，再会。